好，即摆这花莲光复乡做水灾是真严重，四界呢拢是烂土，是真欠这重型机具来整理。新竹竹北吊车大王吴先生呢是决定将2台上新型的山鸟啊送去到花莲来救灾。伊嘛讲要摕100万买物资捐去到灾区，希望会当帮助乡亲渡过难关。 操作人员使山鸟已经准备好势，要去花莲帮助灾民清理家园。看到即摆花莲严重的灾情，现场欠缺重型机具，新竹县竹北吊车大王派出2台扎拄高车成型的山鸟，准备送去花莲协助灾民。物资车跟人员都过去了。 真的是让人家感动，因为其实我也是花莲人。抛砖引玉的效果啊，而且这种义举的善心人士在台湾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希望大家可以跟进啊。我们这个2台小的猫至少可以抵200多人工作，缠下去之后上在车上面去，就可以完全的应付所有国军基本需求。我们后面呢，如果需要我们大的推土机、怪手、压路机，我们都 OK。 根据了解，这款上成型的山鸟一台要165万，佮加上会当用来替换洗涂骹专用的机具，2台山鸟就要300多万。除了支援重型机具，伊嘛宣布要提供罹难者家属慰问金以及受伤民众的救助金。我们会提供往生者大概1人1万块的慰问金，受伤者呢1个人3000块的慰问金，然后我们会提供50万到100万的一些物资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全民能够把所有焦点聚集在我们花莲县光复乡的灾民。另外，伊嘛计划摕100万来买民生物资捐予光复乡，用行动招更较侪人做伙来协助花莲渡过难关。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